Hello， 大家好，我係香港愛寵專科學院嘅陳校長。咁咧今日好開心為大家咧拍一個簡單嘅一個視頻。嗱，點解咧要拍呢段視頻呢？最近我哋學校收到好多嘅查詢啊，好多同學仔咧佢哋都會話：喂，香港有咁多關於寵物嘅課程，同埋仲有上 Google， 哇一辣，好多不同嘅學校，我點樣揀一間啱自己嘅學校同埋啱自己嘅課程呢？係咪好想知道呢？當然啦，我哋都會有好多嘅相關嘅資訊喺陸續大家咧去某一啲課程咧去做一個比較。但係我相信陳校長已經做咗差唔多超過，我諗都20幾年㗎啦，所以我都係一把年紀㗎啦。咁我從事過相關好多唔同嘅生意，譬如獸醫診所啦，24小時嘅獸醫診所。我自己本人咧都係讀一個國際認可嘅寵物美容導師資格，亦都係按摩導師嘅資格。中間亦都開過一個即係新穎嘅生意啦，即係譬如血庫啦，寵物嘅血庫啦，同埋一啲叫做 therapy 動物嘅物理治療嘅嘢。其實好多個生意我都開過，咁但係發覺咗到而家今時今刻咧，寵物行業嘅生意咧的而且確有好大嘅改變。咁所以答翻大家嘅問題啦，咁多個同學仔，究竟如果我想讀寵物相關嘅課程，我要點樣揀一個啱自己嘅學校同埋課程呢？首先會有5個最重要嘅問題問自己啊，唔係問我啊。第一，我諗咗好耐啊，我係為興趣讀嘅啫。嗱，為興趣我講緊嘅意思就係我中意寵物，唔使睇錢㗎吓，我真係為興趣。OK。第二就係未雨綢繆啦，計劃定。即係你唔知啦，而家可能香港經濟唔係咁好啦，見到好多鋪頭都相繼結業啦。就算一啲好多年嘅牌子咧，佢都會相繼結業。咁我係計劃定經濟下滑嘅時候可以有一技之長。另外第三就係心靈嘅安慰，因為你知而家香港可能個氣氛唔係咁好啊，即係有啲即係個對人嘅工作啦多啦。咁其實對動物咧嘅工作咧都係好開心，有一個心靈嘅慰藉啦。好啦，仲有好肯定嘅自己，我 plan 緊呢幾年咧，我都會移民噶啦。我唔理你移民去美國、加拿大、澳洲、台灣，甚至乎最多人過往嗰幾年咧，移民去英國。咁移民嘅話，我係要發展鋪路，我要讀啲咩相關課程有技術咧？好啦，最後第5啦，就好肯定嘅，亦都比較多人咧去問嘅呢條問題。陳校長，如果我自己想開寵物店，或者我做一啲叫寵物相關嘅服務，譬如我個屋企啦係可以接啲動物嘅喎，呢啲咁嘅情況下，我應該讀啲咩課程呢？咁呢5條問題咧，嚟緊我哋陸續咧會每一條咧去詳細咁樣解答俾你哋嘅。多謝晒你哋。